爸爸，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，妈妈，那是我妈妈。逸轩，你来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你的孩子啊？对，他是我孩子。爸爸，爸爸，闹闹，他不是你爸爸。先走了。再见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可能是饿了，头有点疼。那你等会儿，我去拿包包，很快。爱宝的突然出现，就像一记闷棍，狠狠地砸在我脑袋上。我感觉整个世界是一片空白。爸爸这个词又回到我的耳朵里，居然是从一个3岁的孩子嘴里喊出来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难道这个孩子是我跟爱宝的？怎么样，还不舒服吗？啊，我没事儿。刚才那孩子挺逗的，叫我爸。对呀。你是想说，艾小姐挺漂亮的吧？瞧你，我是说这孩子挺可爱的。这孩子是你们幼儿园新来的？对呀，2个月前吧。有一天，他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，对了我笑一笑。后来我就请他进来坐了。过了2天，他就带着孩子来了。不过，他总是很忙，都很晚来接孩子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曾说，爱宝她怀了我的孩子。爸爸，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，这是你的孩子啊？对，他是我孩子。他总是很忙，都很晚来接孩子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3年了，爱宝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这些年，她去哪了？她又干了些什么？特别是今天，她带着孩子出现在我跟乃木面前，她又想证明什么呢？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我跟爱宝的，如果这一切让乃木知道了，会怎么样？想到这些，我真的感到头皮发麻。爸爸，这一切，我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下去了。爱宝怀孕是真的，
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当时有没有开刀把血块取净？对不起，皮下先生，林医生，我们怀疑这个血块真的很想要是压迫神经，对于身体小姐其他的动挺漂亮脉物质产生对，娜娜，他不是你爸爸，真的不容易。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跟我说清楚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我有，我真的有。不要忘了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爱宝，在幼儿园的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。撒谎！好了，爱宝，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那你要我从哪里说起？从开始，从头。那天我离开你，其实我根本没有走，我就坐在楼道里，有一个男人，他上来带我走，说他爱我，于是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不久他就病死了，孩子是他的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做太残忍了？你就不残忍吗？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收留我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就是，就他妈的他收留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难道不可以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要去接孩子了。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你管的太多了，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啊，回来了。
你来了。哪个孩子？就上次抱着你腿叫你爸爸的那个呀。今天他看到我就问：“爸爸呢？爸爸怎么没有来？”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一个孩子没有爸爸，却得叫陌生人爸爸，真的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要怎么办。在幼儿园的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，你撒谎！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饭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啊。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上楼睡会儿。你自己吃吧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头疼。他在家里也这么样子吗？对呀，老不听使唤了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呀。嗯，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真的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画出些什么东西来。其实闹闹真的挺会画画的，你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来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